大學明德憑住精湛嘅球技同靈活嘅防守，成功喺2025年全港大專生機械人大賽 Robocon 贏得冠軍。我哋係始終 ConU 咧16年嚟都冇贏過冠軍，拎到冠軍咧係有少少意料之外嘅。拎到亞軍係實力，但係拎到冠軍咧，其實真係要實力加運氣。恭喜晒，係啊，加油啊！去 ABU，OK。今集港大機械人隊背負港隊身份，飛到主辦國蒙古出戰國際賽。一班世界級選手喺充滿熱血同激情嘅籃球場上，拼盡全力去射出最完美嘅弧線。我哋亦會同大家見證香港電台同香港科技園公司喺比賽後壓軸出場，喺蒙古手上接過 ABU Robocon 旗幟，正式宣布中國香港接棒主辦2026年亞太廣播聯盟機械人大賽。想睇更多精彩片段同驚心動魄嘅賽事，就跟實我哋睇埋落去啦！港大有2個月時間去準備國際賽，明德繼續派出2部機械人，準備用快很準嘅炮台同2.4米嘅伸縮網去做進攻同防守。機械人 ready 啦，咁人呢？因為我哋原本嘅 R1 機手咧，佢要去 exchange，咁就到時蒙古嘅時候咧，佢就唔得閒去做一個機手嘅位置，我哋就將格物嘅 R1 機手替換咗佢啦，成為咗我哋國際賽嘅 R1 機手。R2 嘅機手咧，佢就會相對暴力、快速、直接。呢一個籃球比賽入邊咧，最講求嘅就係2個隊友嘅默契。咁其實呢一啲隊友嘅默契啦，或者佢哋嘅連攜啦，都要佢哋重新再練翻。講到默契，今集就有個新面孔，佢係今年港隊嘅導師，交俾佢講下自己背景先。咁我名咧就係劉燕香嘅 Henry 啦，係啦。咁我今年就係港隊 Robocon 嘅導師啦。咁我自己落手玩比賽就玩咗5年啦。咁我以一個 supervisor 同輔導嘅角色都幫咗5年手嘅，加埋就10年啦。唔係攞冠軍，其他嘢都唔係獎。係，如果唔係都唔會玩咗10年，係咪先？港大喺過去嘅本地賽多次臨門失腳，但今年脫胎換骨，終於相隔16年後再次奪冠。我決賽嗰陣時，其實我自己就係冇睇到，係離開咗個比賽場地，因為我自己都睇過 ConU 輸太多年，我已經冇咩呢一個嘅精力咧去睇多1年輸，係啊，即係已經呢一度已經有啲痛。臨期完咗比賽之後，係有人打電話嚟同我講，嗌我上翻去啦，先知道啊，原來贏咗啊！你想話好感動，之後我唔知講咩好真係。我等呢1年都要10年啦。港大機械人隊排除萬難，終於再次奪冠，誓要喺國際賽再下一城。我哋係國際賽咁當然係要為港爭光啦，梗係想得冠軍啦。除咗贏之外，我咩都唔想拎啦。想贏冠軍，問咗佢哋未先？港隊預計比賽走線會面對3大強隊，分別係戰術相同嘅柬埔寨、簡潔高效嘅越南，同埋灌籃高手日本。喺香港賽區冇遇過啲真係識灌籃嘅機械人，咁我哋都要因應翻日本嘅大學去練翻一啲防禦灌籃嘅戰術。因為灌籃一次係7分啦，咁如果我哋真係俾佢哋成功灌到1次籃嘅話咧，我哋係要淨係可能3個3分波先可以抵消到佢優勢。咁之後另外一隊咧就係越南啦，咁越南呢個戰術就比較單一啲嘅，咁佢哋就有一部機就係負責傳波啦，另外一部機就係負責接波嘅。咁佢哋嗰部負責接波同射波嗰部機咧，通常就會企喺中場線嘅左同右，就等接波嘅啫。咁最後尾咧就係柬埔寨係啦，因為我覺得柬埔寨部機咧個設計嘅思路同我哋都係差唔多嘅。佢哋有一部機咧就同我哋部矮啲嗰部機差唔多啦，就係有支固定嘅炮啦，識得拍波啦，同埋都識得傳波嘅。日本隊近年喺總決賽都同港隊爭冠軍，絕對係港隊嘅頭號假想敵。
最期望見到嘅畫面就係中國香港隊啦同日本隊喺冠軍賽嗰度一決高下。好，事不宜遲，我哋即刻跟港隊出發去蒙古首都烏蘭巴托。為咗比賽，即刻去申請本 passport， 奉獻人生第一次。16年，終於都出到國外比賽。今次我哋連埋啲 staff， 連埋學生加埋有45個人去啊！其實寄到倉去到嘅係第一步成功，所有人安全出境，咁就冇問題㗎啦。第一步完成。今年 ABU Rubicon 港隊浩浩蕩蕩出發蒙古，連同香港電台、香港科技園公司同香港工程師學會嘅代表，有近60人為港隊打氣。港隊加油！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just landed at Kyrgyzst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間咧，我哋嘅車程係2+ hours， 有機會3 hours， 有半程機係啊，去咗廁所先啦，各位。坐咗近5個鐘頭飛機，終於嚟到烏蘭巴托，落到地當然要打個卡先啦。我哋小心好政策。寄咗機之後，我哋都做咗少少改動嘅，咁就希望聽日砌咗出嚟之後都係 work 㗎啦。仲有3個鐘頭車程，大家休息下啦。有咩事都留翻聽日再講。港隊休息咗一晚，就齊齊整整拎住行裝行過去比賽場地。砌機之前仲要行多900米嘅拉狗仔耐力行為，攰。你負責向前個力㗎，佢哋負責 steering 㗎。我原本以為佢會有車，所以就咁樣掟咗2個 motor 上，但我冇諗過要咁樣自己手拉。咁而家有2個人就好似拖狗咁款。你落咗先。呢2個箱裝住機械人嘅後備炮台，當然幾艱巨，都要運到去會場啦。哦，係你點解斷完索帶？冇事啊，我人冇事咯，條索帶有事咯。人冇事就得啦，嗱嗱臨去拆箱砌機械人，準備排位賽啦。羅先生，第二個，幫緊你，我出去拎電池一間。喺港隊努力組裝機械人嘅時候，等我介紹下今年嘅參賽隊伍啦。今年 ABU Rubicon 迎來14支隊伍，包括日本、泰國、埃及、印度、馬來西亞、越南、柬埔寨、印尼、尼泊爾、斯里蘭卡、斐濟同中國香港，而東道主蒙古就按照一貫傳統，可以派2隊出賽。同學喺香港有練習過1個鐘內就砌好2部機械人，但今日就超晒時，似乎有啲阻滯喎。點解你將 James 嗰個上咗落 LeBron 度咧 ？James 嗰個上咗落 LeBron 度邊啊？你個網砌錯，唔係啊，前後打錯，跟住成個錯。R1 同埋 R2 都砌錯嘢，我哋將 R2 嘅 parameter 裝落去 R1 嗰度，咁我哋 R2 咧就直情成個 shooter 都前後調轉咗一齊，所以令到啲電線咧同啲 sensor 就當然就唔 work 啦。之前係練習咗係40分鐘到嘅，但係而家就已經超晒時係啦。咁我而家希望就 orientation 完之前裏邊啲人可以搞掂啦。咁我哋而家都應該 put 埋都入去，應該都係準備可以開機㗎啦。慢慢嚟，因為急唔可以錯，咁最重要係慢慢嚟 ，OK， 唔好再急。大家要快。有時慢慢嚟真係會比較快。
機械人終於搞掂個殼，可以俾編程小隊植入程式，賦予佢靈魂啦。我哋而家兩部機係準備好㗎啦，我哋係咪可以去 fetting？機械人經過大會檢查，就可以落練習場熱身。港隊作為大熱隊伍，吸引咗好多人圍觀。熱身時間眨下眼就過咗，港隊有冇發現咩問題呢？佢係成個場地都有少少歪，咁令到我哋啲 sensor 咧度出咗佢個 game feel，咁我哋就會收唔到我哋應該要嘅數，我哋又射得唔準咯。呢個場嘅質地咧，會對我哋部機嘅加速啦、減速啦，甚至行經嘅時候 performance 都會完全唔同。我哋 local 賽嘅時候咧，個地板係偏絕嘅，而家去到國際賽嘅時候咧，佢換咗隻材質，個地下一跣咗咧，試過就係部機完全剎唔到車嘅。港隊去到主場館，手掣同機械人斷連，真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連揸都揸唔得啊，揸唔到啊！手掣有接收問題，所以你而家成個手掣相關嘅 hardware 換咗佢，唔換就0% 揸到機，換咗有大過0% 嘅機率揸到機，所以點樣都係換。你扭啊！你扭啊！唔係呢個，走下去。等陣，你可唔可以咁快跟住？而家幾多點啊？冇啊，4.4 20分鐘之後。排位賽要求每隊喺限時1分鐘內進行射籃，而且不設對手。以港大喺本地賽嘅出色表現嚟講，係絕對輕鬆嘅。機手 Ryan 嘅手掣同機械人連唔到線，完全控制唔到，大家心都慌晒。冇咗啊！你要近啲啊！大會俾港隊延後3場再進行比賽，隊員立即喺後台度諗應急方案。你等住行呢個中間，咁你就企 out 3分線後一個身位度，係啦。港隊再次落場，希望靠 R1 傳波俾 R2，再由信號接收得比較穩定嘅 R2 射籃。可惜連續幾次都交接失敗，排位賽以0分完場，排榜尾位置。而家我哋可以做嘅都做晒㗎啦。個機械人喺呢度水土不服咧，係預咗嘅事情嚟嘅，但就冇預到會咁嚴重咯。沉重嘅，我會話，即係你見到一個你玩咗成年嘅機械人，佢贏咗 local，佢好唔容易終於嚟到蒙古比賽啦。但佢嚟到呢度嘅結果係佢未必喐到。好彩嘅係啲問題喺今日發現，即係如果我聽日發現嘅話咧，其實好老實説無力回天㗎啦。而家呢個 moment 咧，我哋仲有1晚嘅時間 ，do the best 啦。上一節港隊因為手掣信號出現問題，機械人冇辦法正常運作，喺排位賽0分完場。佢哋今晚兵分兩路，一班人準備通宵寫程式，另一班就分析今日收集翻嚟嘅情報，幫港隊超前部署戰術。我哋今日咧就遇到 controller 連唔到線嘅問題啦。解決嘅方案就係模仿東京大學用呢一個路由器，即係大家都熟悉嘅 WiFi 咧去做呢一個嘅通訊。咁就交俾一個讀編程嘅大先街住大部分嘅編程嘅學生，咁佢哋就會嘗試喺1晚之內模仿佢哋個系統出嚟，之後聽日就裝落部機度用啦。要有一隻派咧係專門用嚟收個 PS4 個 controller signal， 咁跟住再經 UART 或者 some other method 咧就傳俾另一隻真係行 robot logic 嗰隻 hard 度。正常咧，咁我估應該都要2個禮拜至1個月啦。但係通常人去到緊急嘅時候咧，都會有呢一個500% 嘅做嘢嘅能力嘅。你再數咗幾多個電子人咧呢度？但係你已經擺低辣雞拎起螺絲批喎。而家咪擺翻呢啲螺絲批拎翻你支辣雞咯。係，你刷再加啲添加要落去，你好似都係手描。
所以我哋真係變咗用倒 L 去用生命值硬説咯，個倒 L 要。究竟佢哋口中嘅倒 L 係咩秘密武器咧？大家拭目以待啦！其中一個 strategy 就係我哋 Philip 揸部 R2 直接 cut off 佢個 passing path。日本就真係可以喺3分線之內 dunk 咯。係啊，佢 accuracy 唔高，但係你要防。我知啊。係，你防唔到咩？防唔到都要防㗎啦，諗下計仔啦。隔離房嘅編程小隊仲有排搞啊！我只能夠講聲加油啦，我就瞓先啦。港隊通完頂，揼咗個新程式出嚟，係時候驗證下係咪 work 啦。得㗎，正常，我知正常啊。你俾啲相比機構標下。琴晚啲 programmer 試咗個新嘅方法，就用 WiFi 去直接連接部機械人。啱啱上咗去場度啦，試一試係 work 嘅。咁多情況出現嘅時候，都可以用咁快嘅時間去 solve 到佢。好老實説，我係覺得我哋嘅隊員係真係好優秀咯。全憑編程小隊鍥而不捨去更改程式，先可以令機械人再次甦醒。第一場比賽會唔會為隊伍打到支強心針呢？真係唔使參加，一啲最大嘅關都過晒，你有咩好驚係咪？對住蒙古一隊嘅港隊取得第一個進攻權，成功拍波，但係射唔入。其後第二次進攻 ，R1 連基本嘅拍波都甩咗手，好彩靠 R2 防守，都尚算干擾到蒙古嘅射球。兩隊最終毫無進帳，比賽以0-0完場。啱啱落到去個 WiFi 信號都係爭少少，係咪？都係差，都係好差，唔係爭少少係好差。R1 機械人冇辦法正常運作，機手承受極大壓力，隊友提出換人方案。即係唔使，即係唔好話覺得呢一個係你自己嘅先啱嚟。Andy 已經坐定出嚟準備緊啦。OK 啊 ，OK 咁就得啦。你有呢句我哋就得㗎。團隊視呢場係告別戰，因為機械人未能復活，就要提早離開呢個國際舞台。港隊取得第一個進攻權，由 R1 行去中場拍波，可惜好快又遇到問題。唔知點解啊？時間唔等人，輪到越南進攻 ，R1 都要試下防守。當秘密武器到 L 彈起，港隊成功防守一球。不過港隊第二輪進攻 ，R1 繼續失控，進攻權再次到越南手上。佢哋今次睇準機會發射，成功入球，領先港隊3分。港隊仲有半場時間去追，今次 R1 機手慢慢揸，成功拍波，再靠自己射埋籃，終於攞到國際賽第一個入球。隨住港隊回復狀態，比賽後段越演越烈，港隊最終靠對手犯規得分同倒 L 嘅防守，以6-3取得勝利。頂住莫大壓力嘅機手，終於可以鬆一口氣啦。部機如果行得太快咧，佢係會個定位會錯咗，所以咧我哋今次一個 R1 機手咧就專登叫佢行慢啲。咁其實我哋部機喐到、擋到、拍到、射到，已經係超出咗我預期㗎啦。其實經過14場小組賽，連同港隊在內嘅8支勁旅成功晉級8強。接住落嚟嘅賽事會喺蒙古總統嘅見證下盛大展開。事不宜遲，而家即刻睇下我哋港隊表現如何。8強賽開始，港隊靠柬埔寨犯規獲得3分領先。
其後再入多2球，以9-0拉開差距，勢不可擋。嚟啦，大師兄！而柬埔寨2次傳波失敗，俾港隊猛烈嘅進攻，繼續以大比數拋離。加上喺港隊嚴密布防下，毫無進帳，港隊狀態大勇，最終以15-0結束呢場賽事。而家信心大增，係希望贏埋下一場入決賽。即刻睇下接落嚟嘅4強賽，賽果係咪如你所願呢？比賽開始，港隊未能8秒內傳波，被判入球無效。而蒙古輕巧嘅機械人成功入射到籃底，再送入1球，獲得2分領先。恢復狀態嘅港隊3分線外嘅射球完全不成問題，以3-2反超蒙古1分。主攻2分波嘅蒙古快速入射，再入多1球，4-3咬住上。港隊希望再次反超對手，但第2輪進攻射失1球，俾蒙古繼續領先。港隊成功封位，守住籃底，蒙古唯有試一試中遠距離起手，成功穿針，拎多2分，暫時領先港隊3分。港隊 R2 機手今次沉住道氣，冷靜咁入翻1球3分波，追到6-6啦。比賽剩翻唔夠30秒，蒙古竟然拍甩波，立即攻防互換。如果港隊成功攻入呢1球，就可以奪得總決賽嘅入場圈啦。港隊平息靜氣，最終穩住機會，射出完美嘅3分波，以9-6終結呢場險要嘅4強賽。冠軍爭奪戰係由港隊對住灌籃高手日本隊，連日本隊都要提防嘅倒 L 裝置，會唔會再一次為港隊帶嚟勝利呢？比賽開始，港隊就用2.4米高嘅身高優勢，加埋倒 L 去干擾對手，成功令日本隊射失1球。輪到港隊進攻，日本隊出現防守失誤，竟然推喐港隊部機，港隊即時獲得犯規得分3分。落後嘅日本隊 R1 以1個長傳交波俾籃底嘅 R2，R1 再嚟1個走位做單擋 ，R2 機械人嘗試灌籃，不過唔入啊！港隊 R2 機械人製造射波空間俾隊友，一個高拋物線再入籃，3分落袋。落後6分嘅日本隊不容再失，以一個超遠距離射球成功入籃，追到3-6。港隊機械人喐得又快又穩，成功避開日本隊阻擋，再射入1球，比數拉開到9-3。可惜港隊喺日本隊進攻回合撞到對手，機身仲插埋落去，被判罰2分。日本隊喺比賽最後20秒放手一搏，試多一次灌籃，成功取得7分，反超前啊！比賽尚餘17秒，以12-9落後嘅港隊，有冇機會嚟個3分波追到平手呢？啊！個波撞籃框彈翻出嚟，炒咗添。呢場峰迴路轉嘅冠軍賽，最終由日本東京大學勝出，恭喜晒！我哋先嚟爆尾，一路到第2啊！超乎想像啊！又1年嘅 RoboCon 喺一片歡呼聲下圓滿落幕。The first runner-up of RoboCon 2025 Ulaanbaatar is Hong Kong, China.
兩日咧嘅心路歷程咧，我會話係一個過山車嚟嘅。琴晚啊，啲 programmer 同埋電子人通頂同我哋鋪晒所有嘢，整晒所有一個新嘅 system， 去令到我哋部機喺呢個場度可以 run 得翻。真係好多謝我啲隊員，佢哋嘅努力同辛苦同汗水，換嚟我哋今日嘅成就，係得來不易啊！今年一整年嘅努力，大家辛苦啦！各位嘅通頂同努力冇白費啊！Robocon 就係有呢份令人熱血沸騰嘅魅力，令參賽者不計代價，拼盡全力，驗證自己同團隊可以飛到幾高，走到幾遠。頒獎典禮後，香港電台聯同香港科技園公司壓軸出場，喺蒙古手上接過 ABU Robocon 旗幟，正式宣布中國香港接棒主辦2026年亞太廣播聯盟機械人大賽，比賽主題係武林至尊。約定大家，下年中國香港擂台見。